明明你每日都好小心，外賣返到屋企，你會先倒落碗再食咖啡，你都盡量少飲膠樽裝。煮飯你都覺得自己用緊不粘鍋，方便又安全。你以為自己已經避開咗好多化學風險，但其實有一種東西可能每日都悄悄進入你身體，唔係毒藥，唔會即刻令你唔舒服，更加唔會令你即刻病，所以大部分人完全唔會察覺，但佢可能一路影響緊你嘅荷爾蒙、睡眠、脂肪囤積、情緒波動，甚至你小朋友嘅發育，佢就係BPA 雙酚 A， 一種你以為離你好遠，其實日日都喺你身邊嘅東西。而最可怕嘅係，佢唔係自己膠樽，而係你屋企廚房，你每日拎嘅外賣盒，你最中意飲嗰杯咖啡紙杯，甚至你今日放入銀包嗰張收據，全部都有可能。而香港人幾乎每日都中，尤其係有小朋友、有老人家、有太太準備懷孕，或者你自己成日都覺得，點解最近咁攰、咁易肥、咁難瞓、情緒咁浮動？你以為係年紀，其實有時係環境。先講最多人中招嘅地方，外賣盒，尤其香港，返工忙、放工攰、煮飯太麻煩。外賣幾乎變咗日常，熱辣辣嘅炒飯、湯粉、咖喱、燒味飯直接裝喺塑膠盒，你覺得應該冇事啦，餐廳日日都係咁。但問題就係高溫加油脂加塑膠呢個組合最容易令化學物質釋放，尤其當食物本身好熱又有油，例如炒飯、湯麵啊、咖喱、麻辣、燒味，溫度越高，釋放越明顯。你以為自己只係食個午餐，其實你可能順便食埋化學塗層。而最常見嘅錯誤就係返到屋企，連盒放入微波爐叮2分鐘嘅，呢2分鐘往往就係最大問題。微波加熱會令塑膠結構更不穩定，尤其係舊膠盒刮花咗，重複使用好多次嗰啲，風險更高。所以最基本最重要嘅一步，返到屋企即刻倒落玻璃碗、瓷碗，真正耐熱餐具，唔好懶，因為你加熱嘅唔止係食物，可能仲有你唔想食落肚嘅東西。第二個，很多人完全冇防備，咖啡紙杯，尤其香港人，朝早一杯，下午再一杯，返工、開會、等人、散步，手上總有一杯。你以為紙杯應該安全過膠杯，但其實好多紙杯入面都有一層防水塗層，否則熱咖啡一倒入去，個杯好快就會滲漏，而呢層塗層就可能涉及類似 BPA 風險，尤其高溫飲品長時間接觸，風險會更值得留意。你每日都飲，唔覺得有事，但問題從來唔係一次，而係10年啊、20年，日日累積。尤其你仲習慣熱咖啡，再蓋住焗住慢慢飲，接觸時間越長越值得小心。唔係叫你以後唔好飲咖啡，而係如果可以自備不鏽鋼杯、玻璃杯、安全材質保溫杯。有時保護自己只差一個習慣。再講香港家庭幾乎一定有不粘鍋，方便、少油、易洗、煎蛋靚，簡直廚房神物。但問題唔係不粘鍋本身，而係你屋企嗰隻已經花咗幾耐。好多人見到表面開始刮花，仲照用，覺得仲煎到蛋，咪繼續用。其實呢，一旦塗層受損，高溫下風險就開始增加。尤其你習慣大火烘燒、爆炒、乾燒、金屬鑊鏟，全部都會加速破壞。你以為自己嘅慳，其實呢可能係慢慢食緊塗層。尤其屋企有小朋友，呢啲更加唔值得冒險。不粘鍋唔係全家寶，花咗舊咗塗層起皮就應該換。第四個最容易被忽略，但幾乎人人都會接觸，超市收據。你去超市、藥房、停車場、便利店，日日都會拎。好多人習慣拎完順手放銀包，甚至食緊嘢都照摸。但你知唔知道好多熱感應收據紙表面塗層可能涉及 BPA， 而且唔需要食落肚，佢可以經皮膚接觸。尤其如果你啱啱搽完護手霜，手有汗、手濕濕，吸收風險更值得留意。好多太太最常中招，因為外節、超市、家務日日都接觸，所以好簡單，收據拎完就放好，唔好長時間捏住。磨完盡快洗手，尤其
唔好一手拎收據，一手食嘢。第5個，連住衫都可能中，化纖衣物，尤其香港人最愛防水外套、快乾衫、平價運動服、便宜羽絨，睇落方便，又平又耐用，但係好多聚酯纖維 polyester 合成材質，製造過程可能涉及 BPA 相關物質，尤其貼身長時間穿着、高溫暴曬、大量出汗時更值得留意。唔係話以後全部衫都唔着，而係可以的話，貼身衣物、內衣、睡衣、小朋友衫，盡量選擇純棉、天然纖維、透氣材質，尤其 BB 小朋友更加重要，因為佢哋身體比大人更敏感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咁 PFAS 呢係咪同一樣？其實呢，好多人都混淆。BPA 主要關注荷爾蒙干擾，即係佢會模仿體內激素，打亂身體信號，而 PFAS更加多人叫佢永久化學物，因為好難分解，可以喺環境存在好多年，亦可能喺人體累積好耐，常見喺防水外套、防油包裝、某些不沾塗層、房屋家具、快餐包裝。簡單講，BPA 係荷爾蒙麻煩， PFAS 係長期累積麻煩，兩樣都值得留意。而最可怕嘅唔係佢毒得好明顯，而係你完全感覺唔到，冇痛冇痕冇即時反應，所以你會一路覺得應該冇事，但好多慢性問題從來都唔係突然出現，而係10年、20年慢慢累積。你太太一直避孕困難，你小朋友專注力問題，你爸爸媽媽慢性發炎、代謝變差，你自己點減肥都減唔到，成日攰、瞓唔好，有時唔一定全部都係飲食問題，而係你屋企環境日日都係偷偷加分。所以真正重要嘅唔係恐慌，而係開始換習慣。外賣盒唔好直接叮，Seafood Fega 少啲長時間焗紙杯，不沾鑊，花咗就換。收據摸完洗手，貼身衣物盡量天然材質，唔需要一夜之間全部丟晒，只要一樣一樣改。健康從來都唔係靠一次大行動，而係每日無數個小決定、小習慣先最可怕，亦都最值得改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先發現原來最危險嘅唔一定係你睇得見嘅病，而係每日都喺身邊，你一直以為好正常。外賣盒、紙杯、不沾鍋、收據，甚至你身上件外套，全部都可能係長期健康陷阱。尤其係爸爸媽媽、太太、老公或者屋企有小朋友嗰位，呢條片一定要分享俾佢，因為有時保護家人唔係靠大病先開始，而係由今晚一個碗、一個杯、一個習慣開始。如果你屋企都仲會用塑膠盒直接叮食物，留言打個合適字，我就知道原來唔止你一個。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健康同行，再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集繼續幫你拆穿那些每天都在做卻最容易忽略的健康陷阱。